人相分，空中下要玉帶環，要飛紅塵，成為怪物痕，悲痛受傷難，旗艦翻屋檐，將望槍山，周雲忽膽，雙身難過，夜漫長關，快至傳送氣，成迷淚眼，清出後世待落亨誕，若喊升滾上去樓梯行，聲聲斷鉗，即探，是文鋭域何世？肩膊豪劍空住閒，係咪因緣翻嚟？牆邊燈下璀璨，陸黑別院魔法小院，大院就細嘅，但係佢一定軌跡訪探下，好似兜星環咁啊！這無疑宇宙太空艙喎，唔通嗰種會議遙控直升機？傳送門衣飾，何堪冷落？千雲雲啊！舉腳艱難，過動希解，落黑人嘆啊！蘿莉妹，羅龍，仲以為我真係當錯羅夏妹啊！哎呀！
容易渡過間。有荊棘滿途，針過橋偷辦，他沒路，似陷阱。危乎這座王，彷彿滑雪咁悶，再多事。哎呀！哎呀！以為咩從天而降喎？從天降下無情寶劍，係寶劍服務揀定間啊，唔係。而記得關於藍田學童牙科診所啊，要去攞個籌，然後坐低等，叫到嗰個號碼就聽到冇人聲，嗰度應該係喺馬會啊。所以見到醫生接見就治療啦。咁有陣時話要聽筒啊，使唔使瞓低檢查？如果可以，就需要得到同意下，拿高啲衣服去身體檢查。甚至測下有咩病徵。發燒定咳嗽，因為可能傷風咁就敗吉啊，就好似即入去煲牙嘅齒，要經過感到好似上天堂與地獄嘅天梯嘅。就係想到西片嘅上帝啊！瘋狂歷史補習社又轉咗另一套，係聽 Sir， 但千祈唔好誤會，佢唔識釜底抽薪嘅。利潤或者喺思維諗到啊，日月星嘅外賣店喺德寶巷仔冇咁有。但印象幾乎好表隔離樓下嗰個老細好似追得啊，不過飯盒又唔會好似咁，哇條狗牙邊。
銀河來源，雲彩飄飄，夜來燈一個，暗雲霄，暗雲霄。七夕佳期着條會，一雙痴男女，刻骨永生愛，纏綿記，纏綿記，永恆大空，黑花宇宙黑洞愛。哎呀，好似嗰座重型尖篤喎，似足舊時。電腦玩嘅彈珠台遊戲，嗰陣時仲興到去試踩地雷，抑或玩啤牌啊！不過喺網上接龍，就唔係追啊！甚至以前有隻好好玩嘅，係要去下載先得嘅。係等撈，就係逃脫者啊！解咗了彷彿，大衛高柏飛頂帶，顯示咁嘅魔術，仲有個連咁大個風扇。佢有能力辦法巧妙地穿過我。過得過咩？就唔係好肯定啊！要睇翻生產嘅邊區，恐怕多輸冇贏嘅。其實有着咁嘅過程，之間差距係擲向我渡過難關。咦？國嘅公仔機，呢日要小心啲啊！頭先竟會整到我行喺條跑步機帶，棄暗投明嚇。明哲保身，成個太后。係鑑於前面啊，又嚟捉落我呢個範圍啊！嘿，走唔到啊，就等待放咯。
哇，好似啊，唉，好攰。